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6篇11节到17节，创世纪第25章12节到18节，启示录第2章第8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忠心。我们都知道亚伯兰跟撒来为了上帝的应许迟迟未到，而自作主张的安排了撒来的女婢给亚伯兰生子。后来因为夏甲她怀了身孕之后呢，就开始骄傲了起来。撒来后来向亚伯拉罕来抱怨。这一位深爱太太的亚伯拉罕，就允许撒来随意的处置夏甲。然后来呢，夏甲受不了了，被虐待而逃走。在昨天我们谈到了夏甲逃走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上帝的使者出现对夏甲说话。圣经记载他们中间的对话如下：上主的天使在旷野，在通往舒尔路上的一个水泉旁边遇见夏甲，对他说：撒来的女奴夏甲呀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他回答：我从女主人撒来那里逃出来。上主的天使说：你要回到女主人那里去，顺从她。天使又说：我要使你的子孙众多，没有人能够数算得出。你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以实玛利，因为上主听见到你的诉苦。你儿子将一头野驴处处敌对人，人也要敌对他。他要跟亲族隔离，独自生活。于是夏甲自问：我真的见到那个顾我的上帝而存活来诉说这件事吗？于是他称那一位向他说话的上主为看顾的上帝。这是记载在创世纪16章第7节到13节的经文。上帝应许了夏甲将会赐福保守他以及他的儿子以实玛利，因为上帝听见了他的诉苦。看起来上帝是没有亏待夏甲和以实玛利。我们再继续看到创世纪27章第9节到21节的记载，上帝的使者对被驱逐的夏甲和以实玛利的对话说道：上帝听到了孩子的哭的声音，上帝的天使从天上向夏甲说：夏甲，你为什么烦恼呢？不要怕，因为上帝已经听到孩子的哭声。起来，把孩子抱起来，安慰他。我要从让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这个应许是承续的创世纪16章上帝对夏甲的应许，表达了上帝对于夏甲以及以实玛利的关心、怜悯以及赐福。上帝不但应许看顾赐福以实玛利，圣经记载说，上帝与孩子同在，他渐渐长大，住在巴兰的旷野，成为熟练的猎人。既然上帝应许赐福给以实玛利，那么
就代表了上帝与他的关系是亲密的。但是为什么后来以实玛利的后代就离开了亚伯拉罕的系列呢？根据圣经创世纪21章21节的记载，他母亲给他娶了一个埃及的女子做妻子，因为这样子，他们就与上帝的距离越来越远了。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，以实玛利死的时候是137岁，他的后代居住的地方从哈菲拉到埃及东面，通往亚述的苏尔。他们没有跟亚伯拉罕其余的后代住在一起，没有跟上帝同行，没有跟上帝活在一起。就信仰的角度来看，就是不忠心与上帝的这个关系里面。这也正是约翰在启示录当中告诉士美拿教会基督徒的提醒。约翰说，那位开始和终结，死而复活的这样说，我知道你是患难和贫穷，但实际上你是富足的。我知道你受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所毁谤，其实他们并不是犹太人，而是撒旦的党羽。不要怕你将要遇到的苦难，看啊，魔鬼要考验你们，把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投进监狱，你们要受10天的苦难，你要忠心至死，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华冠。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，有耳朵的都当听吧。那得胜的人绝不会受第2次死亡的灾害。在面对苦难的当中，约翰他劝勉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，应当要忠心至死，不要害怕将要遇到的任何的苦难，不要担心被投入在监狱里面，因为忠心到死的必要能够得到上帝所赐的华冠。就如同保罗的信仰告白，他说，弟兄姐妹们，我并不认为我已经赢得了这奖赏，我只专心一件事情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全力追求前面的事。我向着标杆直奔，为的是要得到奖赏。这奖赏就是属天的新生命，是上帝借着基督耶稣呼召我去领受的。这是腓立比书第3章13节到14节。忠心是努力维持与上帝的关系更亲密，不会因为任何一种关系或是困境而改变。以实玛利改变了自己的方向，离开了上帝的道路，因此与上帝的关系越来越远。前天在主日信息当中，牧师引用了耶利米先知的话说，当我说我不再提起上主，不再奉他的名宣讲，你的话就像火在我的心中焚烧，钻进我的骨髓，我憋不住你在我心中的话，我不得不说出来。耶利米书23章第7节到第13节的经文。耶利米他虽然表示不愿意再继续说上帝的话，但是他仍然需要
尽自己的本分，忠心在于上帝给他的呼召，忠心的走在上帝所赐福的道路之上，才能真正的得到救恩蒙福。所以耶利米先知就这样说，但是上主啊，你是与我同在，你强大有力，威无可畏，压迫我的人都要失败，他们的阴谋败露了，他们将永远蒙羞，人永远忘不了他们的耻辱。但是上主万军的统帅啊，你按公道判断，你透视人的心肠，求你让我看见你报复我的敌人，因为我把我的案情交给你，要歌颂上主，要颂赞上主。他从邪恶的人手中抢救被压迫的人。诗篇86篇11节到17节。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该走的道路，我要顺服你的真理，求你教导我怎么样敬畏你。主啊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一心的颂赞你，我要永远宣扬你的伟大。你对我的慈爱多么的浩大，你救我脱离死亡。上帝啊，狂傲的人前来攻击我，凶残的暴徒要杀害我，他们不把你放在眼里。主啊，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，你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。求你顾念我，怜悯我，求你赐力量给我，拯救我，因为我像我母亲那样侍奉你。上主啊，求你向我显示你良善的凭据，使那些恨恶我的人惭愧，因为你帮助我，安慰了我。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无论遇到任何的境况，都能够坚定地跟随上帝，成为蒙福的忠心仆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